欢迎收听7月28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10章1到16节。耶利米书第10章1到16节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，再跟我们分享到底谁能够引导我们的生命，谁又是能够赏赐我们生命，带领我们的生命要经历永恒的那一位。在今天呢，面对到这个多神信仰背景的耶利米时代，这些周围的国家都在敬拜偶像。其实在当时的犹大也是有很多人敬拜其他的偶像。在这里上帝透过耶利米就说，以色列人啊，要听上主对你们所说的话。他这样说，你们不要随从异国的风俗习惯，虽然他们被天空奇异的景象骚扰，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惊恐。他们看见这些星象的变化，去拜这些日月星辰的偶像，因为怕降祸在他们身上。在这里面呢，说到呢，他们所信奉的毫无价值，这些不过就是林中砍下来的木头，由匠人所雕刻，由金银修饰，用钉钉牢，使他们不至于跌倒。他们的偶像好像瓜田里的稻草人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走路，要人抬着走。所以不要怕他们，他们不能加害你们，也不能帮助你们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其实看到许多的偶像崇拜，真的就是因为出于害怕，怕这个没有拜到，怕那个没有拜到，会让自己陷入在灾祸当中。但如果他真的是真神，他是掌管这世界万有的神，他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，他何必要跟我们这渺小的人计较那个没有拜到呢？其实上帝不需要我们敬拜他，我们之所以敬拜他，是因为我们经历到上帝的伟大。在今天呢，这位经历上帝伟大的先知耶利米就在这里说到，上主啊，没有人能跟你相比，你真伟大，你的圣名大有能力，你是万国的君王，谁不敬畏呢？你应该要受到尊崇，因为列国的智者和这些君王，没有人比得上你。的确哦，人都很有限，再怎么有智慧，像所罗门王，再怎么有方法、有策略、有谋略、有势力，也不过就只有一生的时间，非常的短暂。在这里说到呢，这些人都愚蠢无知，因为他们能从这些木头偶像学到什么呢？我们进行这些偶像崇拜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运这些金子银子来到这里，也邀请这个工匠来制作这些偶像，让他们穿上漂亮的衣服，有许多很精巧的雕刻，可是却不能够救我们的生命。有人会说，没有啊，我们在这些偶像崇拜当中，譬如说在台湾，有人就说有一些偶像非常的灵验。但是牧师也要邀请大家来思想，我们所说的灵验是有求必应的那一种吗？是我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的那一种吗？这样的偶像能够带来永恒的生命吗？它能够诉说我们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吗？甚至它能够掌管大地的变化吗？可能好像可以某一部分，有人是管海的，有人管土地的，有人管这个风，有人管雨的，那谁管全部呢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说到，我的子民啊，你们要向他们宣告，偶像不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一定会被消灭，从天地间消失。是的，在这里耶利米再次用颂赞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。我们之所以会敬拜他，真的就像耶利米所说的，因为他用大能创造天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以聪明展开天空。当我们看到这些大自然的现象，我们真实的对这位上帝感到敬畏，真实的崇拜这位上帝。因为这些天空的变化，云朵的变化，闪电的变化，这些风从哪里吹出，透过这些大自然，我们真实看见人的渺小，何况是人手所造的偶像呢？特别在前几天，
我们经历到这个台风的经过，还有在更之前，我们知道这些地震了非常多次哦，这是今年真的是让人很惊讶，竟然在花莲这样子短短的几天就有这么多次的地震，让我们看见这大自然真的是极其的奥秘，不是人用自己雕刻的偶像，或者是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就能够说明清楚的。唯有这位上帝，他创造宇宙万物，当我们来就近他，他是生命的源头，创造的源头，自然知道如何引导我们的生命走那当走的路。何况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到，这位雅各的上帝不像这些偶像，他创造万物，竟然还选召以色列做他自己的子民，做他的自己的子民，属于他，是他的儿女，他又要我们来管理这个大地，拣选我们这渺小的人，并且为我们陷入在罪恶感到非常心痛，要救我们脱离罪恶。这位伟大的上帝看重我们这渺小的人，并且不愿我们活在罪恶当中，要将我们救拔出来。这是上帝他对人类很特别的心意，我们看见他爱这个世界，他爱所有的人，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的来到他的面前来赞美他。这位上帝，他的名是万军的统帅，他带领我们在生命各样的境况能够打胜仗，唯有这位引领我们生命的主才是我们真实的依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在这疫情当中，我们或许有时候会问说，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底要往哪里去呢？主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的创造者，你定义我们的价值，你看我们为宝贵，你告诉我们我们是从你来的，而我们所要前去的地方是你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生命跟盼望的地方。主，谢谢你这样爱我们，你为我们预备一切，让我们不用去寻求，出于害怕去选择，而是出于相信来倚靠这位信实的上帝，应许我们成为你的子民。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，请给我们5星好评，我们明天见。